这个假仁假义、巧立纵刀，差叫着，同往就潘金莲，要来陷害是我娘家，我又现招，会跟表命不可，不听。教你，曹王爷伊是奉旨行事，而且咱杨家是忠实，不用去控制的。父亲，曹王爷，为什么皇上要下旨来抄斩阮杨家满门？到底阮是犯着什么滔天大罪？你嘛应该讲互老身知影。恁犯了通敌叛国，欲夺谋反，皇上一切明白，所以下旨抄斩。安尼你明白无？哈？谋反？哼！啥人唔知影杨家天保好地令孝汉，孝义传家母女神，忠心耿耿的杨家族，哪有可能谋反呢？正义一切在皇上的掌中，你若是要办冤者，你该去。好，我马上就地来见皇上。慢车，奉旨抄斩杨家，已经耽误真久了，无多余的时间，互你进宫去。英王，你就莫开一面，放杨家风。哎呀，这是皇上的圣旨，我哪有啥办法呢？你目睭金金，看杨家病哭惨。哎呀，君主啊，曹爷是为着你好，假如你受杨家将连累，你嘛较兼讲一句啊。死神记住，奴役读死了。哎，慢车，哦，换个中啊。嗯，你爱会记，蝙蝠是伫咧我的手内，你若是开拓圣旨了后，一切都爱听我的调度啊。啊，当然咯。圣旨下跪。万岁！皇天审问，皇帝诏曰，叫朝臣判入去。判入去。今有朝臣判入去，身受皇恩，不思盗报，心生反意，私通北辽，设计陷害杨家将。妄图谋夺大宋江山，向来奉天之助，通敌信件落敌人的手中，论判奸之罪，万死难辞之丘。今督查王得丁上方宝剑，触纳叛贼，交我杨家将处死，以为国之奸，以为杨家将忠魂，钦处谢恩。谢万岁！慢点！皇帝，你想逃走？你想逃走无？来人啊！慢车，蝙蝠在此，恁摕去。你这查玉婷啊，你这个奸人，你足阴险，你也敢用做挑棋，怪着我的兵符。华人美，我若是要用这个卡计将蝙蝠甲你骗到手，我看你早就率领大军出边境咯。老太君，皇上出旨，命你处死潘仁美，请动手。老身遵旨。王舅，想要赌吗？
花林美做错了，孟大君，你就饶我一命啊！了你，大君，我讲大君饶命！你求老身将你了，伤了我的红听命无条。四散的海里，生死难料，父子救人只剩燕郊。只剩一个你也不轻了，三催了平已分撇消，又要操站我满运路消，看干啊看干，你家求我来将你了。淡淡青天不可欺，我应临条你后过地，下风霜掠干柴来报冤啊仇，只要你请出咱的杨家枪。花园里，好一个花园里，花园里，你下世就我出地，一百放过去，我以为叫你用杨家枪，使你100人枪毙。食的都是疗效小潘林美的配饰。是，小人利用这回潘林美甲着曹王爷去天波府的时阵，我在府中详细搜查，所以查到潘林美通犯的批信。这个潘林美实在有够苦，哼，伊真是死有余辜。王庆，你是潘林美推荐予本宫的，敢讲伊通辽的代志，你一点仔都唔知影？殿下，小人甲潘林美何不相识，当然唔知影。你甲伊无交情，为什么伊若肯为你保证？殿下，小人自细出生伫咧关外，深通天文地理机风之术。早就听闻殿下你素有贤名，有心投效而无门可入啊！拄啊，互潘林美公开招贤，小人对你潘林美殷切，所以才会当进宫为殿下效力。王庆，你讲你会晓为人治病？是，小人自细受医人的传授。任何的恶病，我都有法度甲治好。如果你真是会当医好我父王的病，本宫保你高官厚禄，一生享用不尽。多谢殿下。酒
甲你参详的代志，啊，你干那摇头？因为你甲我参详的代志，这绝对都做袂到。我要哪甲你点头呢？也毋过，哎呀，八郎兄，佘太君早就讲过了，永远不准你燕郊入朝廷。即马要搁邀请伊出来做官，这敢是自找的麻烦呢？毋是我要邀请伊啊，我是要叫你去邀请伊。八郎兄啊，我的面子是袂比你较大呢。恁是亲情。哎呀，查皇帝啊，燕郊智勇双全，如此一员的好将，若无出来为朝廷效力，这敢毋是真可惜呢？禀王爷，佘太君带领着公主办入九门来拜。紧请入来。是。八郎兄啊，咱拄则才低调伊搬干尔尔。杨家将正在一个欢喜的时阵，小等下你千万人提起讲要来燕郊入朝廷做官的代志哈。啊，我若讲会怎样？啊你。有请佘太君。千岁，免礼，佘太君。曹王爷千岁，阮母囝是特地要来甲你说声，若非你为甲阮帮助，阮杨家也无今仔日，也无法半魂见日，重见青天。不敢当，佘太君，燕郊，恁请坐。谢谢。太君，其实你也毋免客气，为国治奸，解救忠良，也阁有为国求贤，这拢是本王分内之事。千岁啊！千岁忠心，副大帅为国求贤是应当，咱替外之言暂莫讲，救命之恩啊，不来感冒。哪里，操你！太君，王爷的恩义，岭南报，家厝兵符是妙价高。咱两家一向是情义好，也处事的本能是应该好咯。昔日燕郊太武宗啊，出言不慎若君王，今日专程是来拜望，大礼请罪哦，小恩啊王啊！咱请燕郊，也你咱的交情。深似海，如此见我是太不该，请做勇气回来，也有人会为你痛伤怀。你讲的是什么人呢？王爷，你咧讲的是毋是君主？有说，原来是你。哎，有说啊，啊，当初我受伤，秘伫这个所在，
你曾经真热心救过我，还是安怎？即马这个草话后话黄，皮毛拢总是无变，叫个人会变呢？当初我实在无应该救你，应该后你去倒医啊。哦，我想你唔敢无甲我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伫草我的后花园，若是受官兵甲我掠去，敢讲甲你娘妹仔都无关联吗？什么啊？你认为我当初救你，是惊互人连累？是。你实在足无良心的。叔。因家本为情罪来，还有害你泪万腮。希言自古无见怪，下不为了请官外。郡主啊，情罪两字阮家当，眼中根本无用爽。你是当杨家将，阮不配与你结乱红，不配甲我结良缘。我有同感在心田。你安怎？你说出的太可恨，如今又去退婚姻。慢讲。此事既然退婚姻，退婚别个你将心，谁讲甲你结这真情，迄空是有情归全家人。啥？你讲我若是甲你退婚，我就会一世人嫁袂出去是？毋是嫁袂出，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杨家的人，什么人敢娶你？我也无甲你拜托冤，你凭什么讲这句话？这句话是你家己讲的呢。九妹拄我讲，当初要抄家杨家的时阵，你有甲阮阿娘讲过，生也是杨家的人，死也杨家的鬼，情愿甲杨家同归于尽啊！兄兄恩义如山中，你的情义如水中。一日是我欠思量，这个不该误会落鸳鸯。叫咩？你哪样带遐个偷听人的话？这我是甲你学的呢。
姑妈呀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是专工来甲你报喜的呢。北千岁甲曹王爷，还阁有阿娘，人已经参详好势啊。后个月12日，就要互恁两个圆婚拜堂。啊？杨查两府决定下月12日离婚。是，一边是公神，一边是国戚，殿下应该送什么贺礼才妥当？却是一件真为难的代志。一点仔都无为难。殿下何不用上好的青铜，雕做一对的金武士作为贺礼？好办法。